带咱全家被洪水冲散时，我沦落做土匪，尊相也缀我到处打家劫舍。有一摆，要抢劫着一件地达连城的国宝，为何阮爸仔囝拢互官府掠去？特别斩首的情车，原心甲唐公武，伊来解救阮爸囝的性命。原心甲唐公武，就是要利用阮爸仔囝来做伊的杀手。伊为阮的有养啊，上天。亲啊，有苦衷啊！伊是照做成啊，千古。6点都知啊，人情重啊。如我大哥，如今你已经啊。心中敢已也有爱有情啊！我三人不安全。啊！我为头生，大哥你敢有啊？想要讲你兴起风尘啊，做难道？杀死公主，错甲错，定定塌塌，做警道。也如今已是我心碎哦，迄个年娘若好。咱的挽回，你连我做的错，就错到底，以上坚定啊，我心灰。
安尼是会急死回头，也阁会负啊！胡罗英，治安新的家后判庆子，掌握着阿爹甲我的罪证，伊随时拢会用送我甲阿爹上斩首担。所以，伊叫我做的代志，阿爹拢唔敢反抗。可是，我今次若命你去杀人，你敢会阁去？只要阿爹会答应，敢讲阿爹拢无受到后果，到最后，你甘我毋是都爱阁上斩首担？阿爹会早都有想到，只是因为还未找到失散的小弟，爹伊无愿意死。谈谈，若找到小弟的迄一日，也就是我甲阿爹上斩首台的时阵。不过，现在你已经拢明白啊。路我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去找小王爷，什么代志？我来去要求小王爷赦免你甲阿爹的罪，叫伊谅解，保定着伊会当台湾出兵，才是赦免你甲阿爹的死罪啊！不行的，国法如山，要若是小王爷会当做主的代志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。代志就亲像你想的遐尼简单。哼，魏准生，这个真残忍，竟然对一个无武功的女子杀敌面目全非。上爷，邱无兰的致命伤是伫暗棍，暗棍，是。如果若是按照常理，应该是一剑毙命。也毋过，邱无兰面上所受的伤痕非常的复杂。上爷，邱无兰根本就袂晓武功，为怎样梅俊生伊要将伊杀遐侪剑呢？如果梅俊生若是要爱邱无兰死，应该一剑就要致命。莫非梅俊生甲邱无兰有亲手大婚，所以伫怨恨之下，才会。魏准生甲邱无兰无可能结仇。上爷，敢会讲梅俊生特要侮辱邱无兰？除非如此，若无咧，将伊杀死了后，再将伊毁容。上爷，梅俊生为怎要安尼做？伊安尼做，可能是为着要互别人认袂出这个查某就是邱无兰。对。你怎啊讲安尼对？那呢，小王爷，你的意思是？这个查某根本都毋是邱无兰。啊？那你这查某到底是什么人？有人来。什么啊？我煞毋知你什么神、什么王、什么公、什么祖啊！规日先甲你拜才搁讲啊！求你庇佑吼，较紧的哦，我去找着阮迄个大岛吼，白鱼同主啦，搁再找我心爱迄个朱佩元啦，较早甲因见面的，因为我的食情哦，拢看因两个咧供应了，即摆两个人说失踪去，拢无地找人，即摆国不将的真正扩大下起来安尼，拜托啦，求你保庇啦，求你保庇啦！哎呦！这间破庙一定有人住，无人我甲伫。可袂歹哦。
会记较就讲嘛吼。我是啥？哎呦，这样哦！不给不给。是啊，这查某人安死到这，还是啥？啊，三号店。哎呦，这敢是我表完啊！哎呦，表完的啊！哎呦，表完的啊！哎呦，我袂袂无送台你啦！啊，表完的啊！啊，表完了！这是无错。小红呀，啊，今日你看啦，我表完送下台啦！哦，不中。你确实证明伊是骗我。袂唔对啦，你看啦，伊的三号针啦，这是阮表完哦，伊的大门的暗记了。啊，表完啦。手无难无死。好，哈哈，我不中的慢慢啊食，茶啉一喙啊。两工无食，好，这顿加上粗饱。小红呀，好，互你真多谢，真多谢。你食了安怎？这顿食得足爽快。我不中的，这顿是无白食的哦。啊？小红呀，啊，讲坦白，我即马吼一仙都无啦。你总袂讲叫我去付迄个饭钱吼？袂，我是要请你食的，但是你来替本王做一点仔代志。好，啊，这哦，小红爷做你烦恼，只要高部长我做会到，无替。你遐查明，邱无兰到底是比梅俊生藏伫什么所在？哈，啊这件代志有较大阵淡薄啊。就是大件代志，毋知要叫你这个聪明人去做啊。是这是你甲我乐啦，啊，这无问题啦。啊，毋过，小红爷，啊，我有一个小小要求了。你做你讲，因为较早吼，我拢嘛是阮大岛吼平伊同主啦，啊，甲阮迄个心爱的朱佩环伫咧甲我支持，啊，伊即马都安尼。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你放心，从今仔日起，你只若住咧这间店，你出去家己吃啊，出去家己啉，我会交代店主，小拢算本王的。真是嘞，多谢小红爷，啊，那你一切代志由我来负责，就今日咱就大事中啊！来，即马我叫你大刀哈，你是我士大啦。好，赶紧去办正经的代志。是，嘿嘿。小爷，既然咱已经知影公主是落在梅俊生的手中，现怎小爷你也无要下令逮捕梅俊生？是啊，小王爷，梅俊生刺杀小王爷，罪证十足，咱会用将伊逮捕的。这小爷，咱一定要逼伊交出公主邱无兰。不用的，别个逮捕就伊梅俊生，逼伊也无路用。伊绝对也袂交出邱无兰。小王爷，万一梅俊生若是将公主杀死，到迄个时阵，咱要安怎？梅俊生哪会将公主杀死？伊若要杀，早就杀咯，何必杀死像伊朱票员这个顶罪呢？那安尼，小王爷，你的意思是？梅俊生一切行为，拢是被逼的。因爸囝一定有弱点，落在人的掌中，这一直受人的摆布。若是安尼，小王爷你的内心一定有啥物打算才对。伊敢袂记咱出境的目的吗？是。咱是要来找邱无兰的公主，回京为本王赎罪，这是重要。但是也爱查出串通伊帮的叛贼更加重要。小爷，你即摆讲的意思是？以我的猜测，摆布梅俊生的爸囝，一定甲叛贼有关系。
咱袂用个打草惊蛇，爱心中行事，真有可能带伫梅准生爸囝的身上，会当查出叛贼的证据。我要若困会去就好。自从知影恁阿爹甲俊生因的境遇了后，我就日夜提心吊胆，惊迄个潘庆珠会过来逼恁大兄去杀人。阿爹甲大哥实在真可怜。 21年来，我所盼望的，是希望会当一家团圆。即马，我颠倒恐惊要去找着恁二姑。若是找到二哥迄一天，就是阿爹甲大哥要上山相待。恁阿爹甲俊生。 因过着任人使唤的日子，因现在是生不如死。俊生，俊生啊！阿爹，恁有发俊生无？俊生是去倒位咧？我即摆伫咧问恁啦。阿爹，我甲阿娘拢无看到阮大哥。唉。 是毋是？迄个潘庆珠来逼俊生搁去杀人呢？潘庆珠伊爱俊生，交出着邱某兰的尸体。你无将我的尸体交予潘庆珠，伊敢会当相信？若毋是拄仔有人赶来，我就将朱碧元的尸体交互伊。朱碧元是无辜的，你将伊杀死，你的良心敢袂受责备？ 朱碧元，你注定就要替你死到我的剑下。什么人叫伊来去毋着死罪？你就是为着逼伊当主死，所以你才无想要活。竟然爱伊这么深，甘愿到阴曹地府去甲伊做鬼夫妻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！ 你袂听你，我就先抓你。邱某兰，梅俊生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赶紧将邱某兰还我。你毋通以为讲哦，我来讲我xử理同志的办法呢，我会用来去甲白衣同志讲，啊若无吼，我嘛会用来去甲小王爷讲。 我
毋是伊替你死，你免哪有通活到这个时阵？我比死搁较艰苦，你不如就将我杀死。你知影我袂杀你，除非除非安怎？万不得已的时阵，也就是潘庆子搁再逼你的时阵是？你你无将我的尸体交出来，潘庆子敢会当相信你已经将我杀死啊？我绝对唔相信你已经杀死邱某兰。你若毋相信，我嘛无办法。将邱某兰的尸体光出来，互我看。夫人，你叫俊生所做的代志，伊绝对唔敢无做，请夫人你相信。梅瑶瑶，你敢知影恁囝嘛捌要来杀我？是毋是你叫伊去的？我无想要对伊，要毋过恁爸囝若是将我潘庆子当作戆，想得要来冤枉我，那安尼你是大错特错。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若是无看到邱某兰的尸体，就是认为恁爸仔囝已经违背我。哼，到时阵唔通怪我对你心胸手软。连别人太轻。什么人？